这个计谋若想要成功，关键就伫咧英子的歌声。用来决胜的歌曲就是。得到10万的赞，会使讲比会亏钱更加简单。此歌名为《天下太平之计 Volume 1》。我一定会让英子的歌声响遍规个天下，解救世间迷茫众生的心灵。众生。众生。Everything seems to be alright. Yes, you got me.